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吟，我吟吟第5条。真侪人听到吟会感觉讲淡薄仔气氛。这个吟就是卡嘛干嘛意思。较早特别是讲厝门骹口的楼梯这一段，因为较早拢是石头空的，咱讲石吟。啊，若分开来讲，一般的卡嘛，就人讲是干嘛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吟嘛，有人讲是克啦、卡嘛、干嘛，也毋过古早有淡薄仔无共。卡嘛本来是讲较细街，啊若吟嘛是讲厝门骹口的梯，即嘛可能较无分甲遮尔清楚。即个吟嘛，有人讲是卡嘛。第二个词读做石吟，代表讲是石头做的吟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去风景区，伊顾咧欣赏古早的石吟，结果其中一坎吟仔噗噗，害伊一个无细字险险啊跋倒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吟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